東涌線延線項目將會喺現有嘅欣澳站同埋東涌站之間加建新東涌東站，需要將東涌線正線嘅路軌進行軌道改道工程。我哋團隊將分階段於東涌線來往嘅方向嘅兩條路軌上面進行4次關鍵嘅道岔安裝工程。當中安裝道岔轉接器嘅工序需要一氣呵成咁樣去進行。工序包括安裝軌道嘅組件、調校路軌嘅位置並進行連接、安裝轉接器同埋進行信號系統以及恢復通車前嘅各項測試。工序必須要連續進行數小時先可以安全及順利咁樣施工。黃金2小時係唔足夠完成，因此無可避免要延長飛行車時間進行。呢一次延長飛行車時間嘅軌道改道工程，需要同唔同嘅部門整合一份整體嘅施工計劃，需要周詳到每1分鐘嘅工序、人員、資源同埋工具嘅要求。我哋會制定一份預案，喺唔同嘅情況下作出合適嘅緊急應變，確保第2朝列車營運不受影響。對於今次道岔嘅安裝工程，我哋事前已經做咗好幾個關鍵嘅步驟。首先，使用奧地利引入嘅道岔倒固機，為現有嘅線路進行逐步嘅修改，以配合新路段嘅線向。第二，將整個道岔安裝，包括路軌及軌枕，分拆成27個工序，逐步安裝喺現有嘅線路上面。第三，新道嘅道岔，我哋都會進行預先組裝及調校各個部件，亦特別設立練習場及於正線上模擬安裝重要嘅部件，例如轉接器及波口機，確保每一步都準確無誤。今次關鍵改道工程，工程團隊主要係安裝一對轉接器同埋波口機，軌道組同信號組一齊配合進行精準調校，確保軌道數據符合標準，令到列車正常安全行駛。喺完成安裝關鍵道岔部件之後，我哋仲需要5個工序去完成整個道岔安裝，以接駁東涌東站新路段。港鐵今次引入咗安全智慧工地系統嚟到做監測，例如用人臉識別系統做出入登記、追蹤工人嘅實時位置，同埋用智能手錶監察工人嘅心跳同埋體温，嚟到確保工人嘅安全。喺每日營運嘅鐵路上，都要同唔同嘅部門去配合啦。其實我哋去買物料啦，去製造唔同嘅施工方案啦。咁我哋前期改道工程啦，到今日啦，先至去令到呢個項目咁關鍵嘅步驟去實現出嚟啦。好開心啦！一返工嗰陣，其實已經接觸呢個工程，咁去到而家慢慢做咗唔同嘅步驟啦，咁先嚟到今日關鍵啦，咁都係十分之開心。咁頭先想補充翻，我哋今日嘅工作。上一次喺大型嘅工程咧，就10年前嘅啦，就喺錦上路嗰個撞波口嘅。今次咧由一啲新嘅經理同埋工程師帶領咧，佢哋將嗰啲流程不斷咁優化咧，順利咗好多。未來嘅工程咧，都相信佢哋一定能夠順利完成嘅。